老，我看见人家都上人等钱，都拉倒吧，就家。那没着鸟嘛，我看见俺他们因为上么个大有去多，你去干多少那钱哟？我们着鸟才去多少钱里头？不要，我里头都少打那里去出没来多钱，出没来点人多一些有哈。只有到机场家哦，没着鸟了嘛，到这5天没到，我妈妈又干嘛？我里了嘛，还厉害。老我那年啊，车子叫帮车给买几嘛大样啊，没有这个俺就反应干这里那，现在叫没老家黑几刀路车人有家黑了啊，黑几刀哎不老车老久了，我路车老要赔路子啊，我对条路车没哩，路老了，老路那个黑几刀在家就车中了。哎呀，不垃圾！我都钱落了，这个找北要给人了哈，干了没嘞？哦，人来了。这年龄了哈，干了就找那有谁找，别忙到这户个地都那么，到这就说，还路车路那很老，我怎么那门的有错别嘞？可得都干么少的，那门的。那中国人容易了，不要去看钱。中国人呢，老说钱落了，我这里钱没谁，用流路的谁我，错别嘞，可得去当干不好。都，我包我看的嘛，你老大了，对要拿就钱用了哈，就去的，你就问家是吧？你老大了，还是对我，不能开大就知道的，你就问家，老没在，不老，开看，我老，开看，妈妈在，喂，老。我家务今天去20吨肉不能要老只要不能那种的炸一大3里大不老狗都把这口不要不老今天要的要紧的我家务plan子路老呢我家务还有老家多了你现在老这嘛我这边的找就把这辈子没的时候我plan子里老没有老要了不对了，因为这边我找妈进来要给地，我找小不来到了，说我找要给地去，没当然他就没用了，因为嘛，我找不了没这样，老在到了，要记得妈妈这边，才打住，看到了，去找先生，我给麻烦，要走，我很多喂，我家我在机场飞上家耳机都收起了，机场飞的有哈，不有某家耳路收更多嘛，有机场，到耳路收更多嘛，机场不到收耳路去了嘛，你那摸了，喂，老我这看我叫我，我就按这怎么你找你呀？老奶奶就我没路这种人俺们弄哈，那至少3门俺们弄，我这种么的，俺们弄至少3门，去到老，去手里我去啥里家那俺们弄，我们你们到，俺们还没那俺们家是蹦呢，就家，我妈妈老，我老看到老，去找先生，我给麻烦，要走。那您别那塞了我。喂老，我今天我就让人家了。这什么人？这我这东西叫没搞到白家，我这个用么我都是有叫这门去就改不是了，要加小菜。那门去改，我就做了。那么大呀，老地大了就那个了，对。知道，不要紧，就要干活道路，给个路把准这高上，就是我妈用好了，都拿那么给路完这了摸着，我只要准这我们准能我好了老实了准能准的呀，我帮你看说人家给我给了发给他这里对干么？我给啥干嘛？么走么学啥？俺家到还喊那当家。有了都到民间么都不包了，闲了就引到家，还有呢，还能到这家有么说到家，人家到那了吗？没法，天超市不嘛？对了，还今朝对重点的
嗯，宝。